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月15日，则替代或等待。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帖记2章1到4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诗篇3篇26节，因此我们应该仰望他，耐心等候他的救恩。当我们成功把一些叶子扫成一堆，随后又来一阵风，把它们都吹散了，15分钟以后我们还是丝毫没有办法把这些叶子清扫干净。看起来在大风中是无法扫清叶子的，是吧？那时我们可能会暴跳如雷的放弃，大声说，在风停下来之前去扫那些叶子是没有用的。是，安静下来吧，听听，对，有声音，我们若不静下来听，我们真的听不见神对我们说话。今天是主日，今天是礼拜天，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片头音乐，就是我们的主随着万物都已经被造齐了之后，有一个大合奏，是非常欢庆的。我们其实在礼拜天是分别出来，不只是安息日吧，我们是主日，是分别把我们的时间分别出来，专心在上帝面前欢庆，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敬拜我们的主，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更为我们复活，这个是重点哦。我们不是安息日，我们不是犹太人而已，守安息日。犹太人安息日可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哦，他们可是什么都不能做哦。但我们是在主日，在礼拜天，我们要在主日里面，我们要真正让我们灵里面得着安息，也就我们要分别为圣，听听我们一个礼拜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几乎在一个礼拜的风暴，你有没有感觉我们的生活像一阵风大风吹过来，吹到我们七零八落，而我们又要在大风中去清扫这些落下来，去收拾这一些大风之下的一些，真的是很多事情要去面对很多事情要去收拾那个大风之下的那种，面对那些你不处理都不行。而我们真的是会发现有个声音要告诉我们，在风停下来之前去扫那些叶子是没有用的，在风还没有停止之前，最好不要下决心去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圣奥古斯丁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在夜晚时做决定吗？万万不可，要等待黎明到来，不要在暴风雨当中做决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以斯帖记的2章1节，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暴跳如雷，这个心情，这个非常变动非常大的起伏非常大的这个王亚哈随鲁王。前几天我们读完第1章真的是看他心情，这个真的是像云霄飞车在3节当中可以心中大欢乐大快乐，然后3节之后他心中怒火中烧，因为他的皇后瓦斯提不听他邀请。其实邀请的话人家是可以说 no 的但他不是，其实他就是把这个事情给扩大了，无限化扩大。他觉得是再加上旁边的人加油添醋这些大臣就说那全国的这些
那个妇女如果就像我们华斯提一样都不听先生的，那还得了？亚哈随鲁王把这个已经扩大到，其实他办那个宴席是除了展示他的国力、国家的富有之外，其实他是要带领这一些100多个省大军，甚至于邀请只要愿意跟他一起可以去征服希腊的。那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发生了这个他的王后拒绝他，于是他下了命令，就废掉了王后。今天经文就来到了，他后悔了，因为他气消了我们虽然从第1章到第2章轻轻的就这样好像直接但其实我们知道吗？这其实是经过了应该算起来是应该3年因为在我们如果从历史来推断的话，这个时候王气消了，他应该是已经出去大战，大概他就位之后呢，应该是第6年因为我们如果从2章我们接下来会读的2章12节需要预备1年，然后他回来就是按立封立王后的时间，我们给他倒算回来，这个时候应该是亚哈随鲁王第6年发生的事情所以大概事隔3年所以他3年之后气消了但我们也可以稍微算一下那个时间表，王这个时候气消，他所在的环境是这样，是他出征希腊而大败而归，是打败仗他是率领的众多的军队也可以说是希腊以少很少的敌众他比较多的这一方亚哈随鲁王竟然输了。其实这个从历史上也可以发现他这一战打输之后，他整个人就意志消沉。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经文他气消了，他的亲信顾问就向王建议说，为什么不找年轻貌美的处女来呢？请陛下这个发命令下去叫他们把所有漂亮的少女带到首都苏珊的后宫来，交给总管宫女的太监西该，供给他们化妆品。以后陛下可以选最喜爱的少女立作王后来替代瓦斯提。王呢就喜欢这个建议，就照着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王其实他是心中想念瓦斯提，后悔了，他没有真正面对他心中曾经做过的这一个应该说是错误的决定，他却是听信了旁边的人，而要找一个来替代。很可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再找一个新的来替代，我们以为不用去面对我们曾经做过的错事、错的决定，我们就拿来替代就好。我们的神是要我们等候等待，特别在混乱嘈杂像大狂风暴雨的大时代大变化当中，好不好？我们每天每时刻用神的话，特别是在主日的时候，专心到神的面前听神，等候神。他要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方向，他要让我们先看到先机，以致我们可以稳妥信靠神，做出那个重要的决定。我们一起在2023年的重要时刻，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选择呢？我们要好好来想，要以什么替代我们所失去的呢？或是我们等待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来带领我们呢？我们要做出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谢谢你创造这一切的美好，
更重要的是，主你给我们一个主日圣日，主你是主日圣日的主，你在这一天我们更纪念你为我们死，更为我们复活。我们很多重要的决定我们可能做错，主我们好像呢被打落下来，好像已经死定了，但主你要我们不随便拿别的来替代你，而我们是要等候你，等候你是我们所依靠的唯一的依靠，我们没有办法拿别的来替代你。主，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眼中只有信靠你，我们只见神，我们不见别的，因为唯有你是带领我们能够突破那风暴，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的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在主日我们安静，然后我们重新得力，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天哦。我们可以听见主对我们说话。我们明天见。